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若望所在的福音。那時，撒瑪黎雅婦人對耶穌說：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朝拜天主，而你們卻說朝拜天主應在耶路撒冷。耶穌回答說：婦人，相信我吧，時機將到，你們將不在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們朝拜的，你們不認識；而我們朝拜的，我們所認識。因為救恩來自猶太，然而時機已到，現在就是真正的朝拜者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為父要尋找的正是這種朝拜者。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也應以心神、以真理朝拜他。上主的話。請坐。剛才我哋聽到嘅幾篇聖經都係提醒我哋，唔係聖殿緊要，而係祈禱嘅人群緊要。祈禱嘅人群固然緊要，祈禱人嘅心態更緊要。喺依撒意亞先知裏面話，將有一日萬民會嚟到天主嘅祈禱所，聚集一齊獻祭祈禱，因為天主喺嗰個時刻，末世嘅時刻，將會統治所有人嘅心靈，成為所有人心中真正嘅主。呢個時候，聖殿就係我哋嘅心靈。耶穌喺回答撒瑪黎雅婦人嘅時候，佢話：我哋有一日將唔會喺外在嘅建築物去相遇天主，但係我哋會喺每個人嘅心靈中相遇天主。係點相遇呢？耶穌講咗兩個準則：以心神、以真理。心神係代表住人同主嘅關係，人同主嘅交情。呢個都係我哋對靈修嘅定義。靈修就係加深我哋同主嘅關係，將我哋天主仔女嘅生命活得更活潑、更有動力，加深我哋同天主嘅愛情，由呢份嘅愛情產生更多嘅果實。然後真理係我哋聽天主嘅報導，認識天主嘅道理，然後付諸實行，體現喺生活嘅行動當中。我哋睇到天主教會2000幾年，我哋除咗傳教，另一個好為人知道嘅行動就係愛人、扶貧，將不論係物質或者精神上貧窮嘅人，我哋都願意同佢哋同行。今個主日喺我哋堂區，我哋提供咗一個可以讓我哋同貧苦兄弟姊妹分享我哋所有嘅一個機會嚇。多謝明愛福油坊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一齊去分享愛心。敬禮天主，今日教會紀念呢一個拉特朗聖若望拉特朗大殿，係全個教會咧為第一間嘅大殿。係追溯到君士但丁大帝，佢喺公元311年311年，佢領洗成為基督徒，因為佢個媽媽聖海倫娜嘅熱心，然後呢個皇帝都接受咗呢個信仰，然後將基督宗教升平，將耶穌個教會由地下提升出嚟地面，然後都唔夠，喺313年佢發表一個詔書，宣布耶穌基督所建立喺世界上嘅教會係正教，係值得我哋去相信，因為裡面有真理，帶領我哋人揾到生命嘅重心、生命嘅中心。耶穌就係我哋嘅中心，又係我哋嘅重心。並且君士但丁大帝喺呢個時候奉獻咗佢嘅拉特朗皇宮俾當時嘅教宗米迪，然後教宗喺呢個皇宮嘅所在地
建起咗今日我哋見到嘅拉特朗大殿。雖然呢個大殿喺歷史裏面，佢曾經因地震、因為天災曾經坍塌過，教會又喺原始重修呢個聖殿。去到1377年，教宗格萊曼五世遷離咗呢間已經好破舊嘅大殿，去到今日嘅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啱啱起好咗嘅新大殿，遷居咗到而家，所有嘅教宗都住喺梵蒂岡。但係喺1377年之前，所有嘅教宗係住喺拉特朗大殿嘅範圍嘅。所以呢個聖堂係全個世界聖堂嘅母親，亦都係我哋嘅母堂。當然我哋好清楚明白，今日嘅慶典絕對唔係為咗一間房屋，唔係為咗慶賀呢間屋。如果只係慶賀呢間屋，呢個信仰就係跛腳嘅。呢個教會今日慶祝呢一個大殿，係要透過呢個大殿去重溫翻我哋嘅信仰，得來不易。喺呢個大殿起之前嘅300年，教會係受迫害嘅，基督徒躲躲藏藏300年，去到313年，我哋先至得到真嘅自由。透過呢個建築，教宗願意讓我哋知道，教會要團結，信仰要堅定。所以我哋好清楚，今日唔係去慶祝紀念呢間屋，而係紀念呢間屋嘅背後所代表嘅團體。教會係重要，不過團體更重要。堂區好需要，不過堂區嘅團體如果能夠係真係有愛嘅，係兄弟姊妹嘅，呢個係更重要。耶穌基督係我哋嘅信仰嘅中心同埋重心。喺聖保祿宗徒嘅神學裏面，亦稱基督嘅教會做耶穌基督嘅奧體。耶穌係頭，我哋係耶穌奧體嘅肢體，佢組成咗教會。我哋亦都將天主供奉喺大大小小嘅聖殿，佢喺裏面等候住我哋，喺耶穌嘅聖體櫃。所以天主教會嘅聖堂，唯獨天主教嘅聖堂，我哋有呢個最重要嘅寶物，耶穌時時刻刻喺聖體櫃裏面等候我哋去朝拜，為我哋分施佢嘅聖寵，讓我哋真實咁得到佢嘅愛。教友嘅生命喺恩寵嘅臨在時刻，天主係最喜悅嘅，我哋亦都成為咗天主嘅聖殿。天主住嘅唔係住喺呢個石屎嘅建築，天主最喜歡嘅就住喺我哋血肉嘅心靈。幾時我哋充滿恩寵嘅時候，天主就寓居在其中。今日嘅慶典由一座歷史嘅古剎，讓我哋諗起耶穌基督，諗起佢嘅奧體，又由耶穌基督嘅奧體想起咗教會嘅建立，又由教會想起到教會嘅成員每一位基督徒。我哋都知道，房舍最重要係一間堅固嘅，而又能夠抵得擋風雨嘅，可以抵禦到盜匪嘅一個地方，呢個房屋先至係安全嘅。喺我哋嘅靈魂裏面嘅聖殿都一樣，都需要抵禦得到風雨，抵禦得到魔鬼同自我嘅攻擊。我哋嘅堂區140年，呢個建築物好古老，不過大家如果你打理個古老嘅建築物就知啦。通常啲古老建築物係千瘡百孔嘅，你整完咗咧，右邊就出問題；你整完屋頂地基又會出現問題，所以投資落去維修係非常之多嘅資源，係非常之多嘅心血。用咁嘅概念放喺我哋嘅心靈嘅聖殿中都係一樣。我哋要不時去反省，去了解到自己靈性嘅狀態，然後加以修補。正如呢間屋一樣，我哋要時時執下呢樣，執下嗰樣。我哋嘅靈魂都係一樣，時時都要修補佢，讓佢變得完好，因而能夠抵抗風雨，抵擋魔鬼。
所以我哋嘅信仰生活亦都不斷需要接受培育訓練，好能夠形成一座堅固嘅堡壘，並且呢個堡壘要裡面藏有耶穌基督俾嘅恩寵，呢個堡壘有佢嘅恩寵鎮守，魔鬼先至唔能夠容易侵入，自我先至唔能夠將呢個心靈嘅聖殿腐化，日落唔能夠將我哋嘅心靈聖殿污染。呢個聖殿裏面，信德係我哋嘅地基，望德係我哋嘅屋頂，愛德係我哋呢個聖殿嘅牆壁，各樣嘅德行就係裝飾呢個聖殿嘅珠寶啊！呢個聖殿裏面，因為藏有天主，係藉以讓人揾到天主，佢先至能夠達成被建築嘅目的。如果呢個建築物冇天主喺度，同一個會堂一樣，同樣一個教友嘅心靈，如果冇天主嘅聖寵，同一個普通冇領洗嘅人係冇分別。所以願我哋成為天主活嘅聖殿，讓天主真係能夠時常留守到喺我哋心中。當我哋幾時努力去抵抗大大小小嘅罪惡，保存到恩寵喺心靈中，天主就寓居在其中，同埋生活喺裏面，我哋就能夠揾到佢。好多嘅靈修家話，揾天主第一個途徑，最主要嘅途徑唔係喺山外，唔係喺天涯，唔喺地角，喺內心。我哋點樣從內心中發現到天主，並且教友團體幾時團聚一齊祈禱、服務、過有愛嘅團體生活嘅時候，呢一個嘅團體亦都係聖殿。我哋嘅堂區嘅慈善會定時都會去一啲安老院祈禱啦，送聖體俾住喺嗰啲安老院裏面嘅教友啦，甚至乎會去開彌撒。當幾時呢啲教友同神父圍埋一齊，為呢啲病患嘅公公婆婆祈禱嘅時候，教會就出現啦。又或者幾時我哋去進行我哋一啲愛德嘅行動嘅時候，我哋又會睇到一個精神形態嘅教會啦。我哋堂區一年裏面都有好幾次嘅團體大旅行，我哋喺旅遊車裏面，我哋會習慣一齊祈禱、念玫瑰經、念慈悲串經、各式嘅經文，一齊祈禱分享信仰。我相信愛教人嘅導遊司機聽到我哋祈禱，聽到我哋分享信仰，一定都會感染到教會就係咁啦。佢哋會經驗到教會，佢哋未必嚟到聖堂，但係行走嘅教會即係團體走到去人群之中。剛才提到明愛係一個天主教嘅組織，亦都係一個社會福利機構，佢代表住教會去到社會嘅唔同階層，以唔同嘅服務姿態同埋形式去接觸社會嘅人士，讓人去感受到天主嘅愛，讓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透過祈禱，透過愛嘅服務，透過我哋有愛共融嘅生活，讓人睇到呢一個活生生嘅天主聖殿喺人群中隨時都可以揾到。